是大荒庭传功。武当果然已经归顺北凉。公主，眼下正是时机。此话怎讲？此时打断他们二人，让内气冲乱徐凤年的经脉，他整个人就废了。公主，请稍等。可你这么做，徐骁岂不恨死你？徐骁岂能依靠？好，你若成事，朝廷必将传旨封你为武当掌门。多谢。一起出手。这又是谁？小王师兄，怎么从紫竹林里出来了？别再上前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掌门师兄一身功力就全废了。这是师兄自己的决定。怕小来不及了。晚了，来不及了。唉，殿下，势不可为啊，还是走吧。你们这是害了武当。小道士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下山？公主，我就不下山了。掌门师兄功力全失，武当定会重选掌门。我想试试，若能成为掌门，或能力挽狂澜。很好，你放心，朝廷必定全力支持你兼任武当。多谢公主。那徐凤年快醒了，还请公主速速离开。小王师兄演得不错，少说话多动手，也不算难。去看看掌门师兄吧。师兄。没出差错。
公主应该是相信了。借北凉之威震慑龙虎山，再让京城为你助力。这样一来，你接手武当，就万无一失了。师兄，别苦着脸，用我这身大黄庭为武当换个未来，这是赚了。你手上的这把神图，交到你的手里，你当知道为了什么？寿山。风雨飘摇，师弟成就天下第一之前，武当就靠你的这把桃木剑来守城了。我在，武当便在。你们都先上去，召唤诸位师兄弟。过会儿我有话说。那你的师兄？我等他醒来。去吧。殿下，未见有人追来，即刻回京城。是殿下。那徐凤年得到内力之事，要不要即刻传信京城？徐凤年不过是个蠢材，有武功又怎样？在天下大事面前，个人无用，不值一提。殿下所言极是。倒是先把武当的消息传回去，可以确认武当已经归顺北凉。叫龙虎山别太强势了，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门派去挑衅徐骁。是殿下，我这就放出飞鸽，传输京城。还有，洪喜相心向京城，尽量支持他接掌武当。衣服怎么没湿啊？已经蒸干了。点火了？真气比火好用。已经把大黄庭给我了。给了。没感觉有什么不同啊？看来世子还挺契合这真气。真气能留下几成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哎，多谢。要上山顶，我扶你。有劳师子了。为了护住武当，我把自个儿这条命都扔出去了。武当好歹也算个不大不小的门派，要在这世上求活都如此不易。
那些真正的平民百姓又该有多么艰难呐！若日后有朝一日，世子接掌北凉，请世子一定为他们想想。一定。哎，怎么等在这儿了？扶你上山。也好，那就不用辛苦世子了。是啊，眼下年关将近，世子也该回北凉了。成功的事儿你早就知道。还请世子不要浪费了大皇庭，我等你踏上武帝城头的消息。公主殿下，我得去备些热开水，好给殿下沏茶呀。跟着我干什么？这时候应该去守护公主殿下。是。去灌壶热开水。怎么样了？情况有变。怎么回事？人被龙虎山接走了，应该是建九皇的手里。还有世子。世子怎么了？王重楼将一身大黄庭传给世子了。随州公主已经认定，武当归属北凉。自保。除了这点意外，其余都如王爷所想。随珠公主亲眼见到世子顽劣不堪，从今往后京城应该会对世子放心了。哎，对了，义父让我问你，要不要找个机会回北凉啊？我留在京城，对王爷更有用处。你辛苦了。走了。公主殿下，可以出发了。给钱了吗？给过了，5文钱。这些小民也是辛苦，给店家再送5文。客官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赏你的。哟，那可多谢您了。殿下，钱给到了。出发吧。是。孙雕四说的没错，随珠公主刁蛮的外表下，藏着颗多疑的心。什么都别剩，能烧都烧了。去武当接世子回家。王重楼有气魄，
我也没料到会是这样。2个月时间早就到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您不跟我回北凉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途中遇上的，总会道别。这就是江湖。多谢前辈授业之恩。好好练刀，有缘再见。走了。逃过了灭门之祸，我只有一句话告诉诸位：我死之后，洪喜相接任武当掌门。师兄，好像擦不掉啊。这就是大黄庭。江念，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来武当啊？别得了便宜卖乖，你如果不要，可以给我。传功会死人的，死了最好。再说我也不会传。世子，世子，你想我了没有啊？啊，龙兄想死你了。江念，咱们该回家了。喜欢可以多住几天。没必要。掌门师兄说他现在上下山太慢，所以就不送世子了。你帮我转告他，我欠武当的，永远不会忘。嗯，这是武当自家的真气炼法，有了大黄庭，可以参考下。就此别过。跟你商量个事儿。那茅屋先别拆，院子里再帮我种点蔬菜。种什么？就跟之前一样。你又让我去偷菜园？你是下任掌门，不难。世子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
干嘛？你会骑马吗？不会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下去。我下去了，你怎么回北凉啊？我自己学呗。那茅屋跟菜园子都给你恢复了，跟我没关系。走之前再问你个事儿。你说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去江南？见我姐一面都不敢了。等我成为天下第一，就能下山。下山之后，就去见他。天下第一，要等多久？会有那一天的。回北凉。走。人走了啊，让你去江南。师兄，我是喜欢徐之虎，可我也喜欢武当。我成不了天下第一，我是不会下山的。苦了你了。我不苦，我只是担心，您把希望都交在我身上。可如果我成不了天下第一呢？咱俩可是多年没有一较远近了，怎么样？今日比试比试？不好吧？不敢了。比就比。好。怎么样，师兄？今日比你好吧？我可是为了大荒庭的人，这叫虽败犹胜。可是这种事情，跟大黄庭有什么关系啊？小师弟，安心的做你自己。我和师傅的眼光是不会错的。你就是未来的天下第一。到你下山的时候，可得风光点儿，对你大师兄长长脸面。好，天下第一。世子终于回来了，这便是大黄庭的印记吗？瞧着还挺适合世子的。都知道了，消息全都传回来了，还得恭喜世子文武双全。世子累了，先进去歇息吧。哎，你们怎么都等在城外啊？府里出了点事，世子进去再说吧。正好，儿子，终于把你等回来了。哎，你说这王重楼啊，还真是果断，还真把这大黄庭传给你了。也罢，
啊，也罢也罢。饿了吧，儿子？看爹给你准备什么了。哈哈哈哈！还有啊，爹给你找到了这个好玩意儿。不吃。这府里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回世子，其实没什么大事，就是避避风头。避风头？北凉王跑到这儿来避风头？府里闹鬼了？闹鬼倒好了，你二姐回来了。你把我学武的事告诉他了？还用我告诉他吗？这天下人都知道了。我还是回武当待几天吧。这不成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告诉他你在回北凉的路上呢，他现在正在家里等着你。徐骁，你这是把我顶前面了。咱们父子俩总得保一个下来吧？这何必呢？你看见他了？他应该在我院里，你们先回自己房间吧，我一个人见他。姐回来过年啊！我在武当用山石给你刻了一副棋子，您瞧瞧。看书累了吧？我给你揉揉肩。姐在上阴学宫待的还习惯吗？听说你学武啊？老黄死在了武帝城，我想把他剑匣取回来。姐觉得学武不好？学武随你啊。我只是没想到，在你眼里，老黄胜过了北凉。这怎么说？到了今天，你都还没有决定接过徐子淇。我是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这千斤重担。够了，姐，你想怎么做，随你。多谢姐高抬贵手。姐，你去哪儿？姐，你消消气。我马上回上阴学宫，看不到你，我就不生气了。你这就回去？年都不过了。这我亲手给你刻的，你好歹看看。我看过。姐，我不是小孩了。你们都想让我坚守北凉，没问我愿不愿意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愿意？每个人都应该决定自己的活法。你什么都不明白，白活了这么久，你连你自己身上的责任都看不到。
怎么是你？听说你又刺杀过徐凤年，不敢认？是，我是刺杀过他。我警告你，别忘记自己的身份。怎么，丫鬟就不能刺杀世子了？我跟你说最后一次，如果伤到许凤年，我一定会把你扔到井里，封了井盖，让你就这么烂在井里，永世不能再见到天日。听懂的话，白纸黑字写下来，发誓你以后再也不会对徐凤年出手。行啊，写字是吧？你给我支笔，越大越好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我徐渭雄说到的，自然会做到。巧了，我也一样。二小姐策马而去，已经出了灵州。她倒是来去如风，闹半天千里迢迢赶回来，就是为了骂我两句。二小姐对世子的期望很高。她是上阴学宫数十年来第一奇才，我可比不了，也不想学。江你写的？嗯，这字儿不错。切！陈之豹，你在上阴学宫，应该学了诗书礼乐。我学什么，与你何干？学了这么多，杀气还这么重。我觉得上阴学宫很适合你。所以呢？所以如果没事的话，你就别再回北凉了。你觉得我是乱世之一？义父，陈之豹独自出营，将二小姐拦在城外。义父，要不要调兵啊？就别冲锋，别打扰人家。
我干嘛？大黄庭怎么没了？王重楼不发功的时候，也看不出来。做什么？武当的太玄感应篇，洪喜相给的。给你的，我又没大黄庭。我懒得读，不如你念给我听。想得美。每读一字，给你1文。1文钱。1字1文。2文。就1文。你多读几本，一样能读穷我。不止1本。你想啊，我要习武，就得读书。就说眼前这一本《太玄感应篇》，我让红薯粗略算了算，大概6000来字。全本读完，我算你7贯钱。开张酬宾，你很划算。1本1副。行啊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唯相无形，杳杳冥冥，寂寥淡漠。太死板，有感情些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稳重些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花钱请你读书，你是不是应该有点质量？我出去一趟，你先读着，好好想想怎么读最合适，我再回来听。你那字儿写的不错。还行吧。我二姐凶你，你发誓杀我，合适吗？徐渭雄最疼的就是你，说杀他，他才不在乎。疼我，千里迢迢赶过来，就为了骂我几句。那是对你失望透了。你说我二姐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接受北凉啊？这不废话吗？我二姐最痛恨的，就是世家门法嫡子传承那一套，所以她让我接手北凉，肯定不是为了徐家血脉，她有别的原因。那你不愿意接手北凉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不想看到，一直有人为了这件事而牺牲。那你什么都不做，那些人不就白牺牲了？你去哪儿？凤年来了，来，坐。皇们二位送去龙虎山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龙虎山那边传来消息了。这个赵锡团待他不错，还真把他当做关门弟子了啊。所以老黄跟龙虎山做的交易，是不是你安排的？不是。老黄做这件事情，我真是不知道。
所以在你本来的谋划里，黄婉儿是送去何处？在你的心里，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？我觉得随珠公主出现在武当的时机太巧了。天下人都把你给看错了，凤姐，好样的，聪明。所以你是想把黄婉儿送给皇室啊？她留在北凉对你不利。皇室只想拿她当棋子。你送去一个棋子，危害不到咱们北凉啊。那是你亲生儿子。你也是我亲生的儿子。哎，行了啊！你看，现在的结果呢，比预期的都要更好，对吧？但是老黄死了。我愿意接掌北凉。啊？我说我愿意接掌北凉。张大汉，你以前一直在拒绝，怎么现在会突然答应呢？什么理由？只有我接掌北凉，才能接黄婉儿回家。哦。还有吗？这理由不够吗？你们兄弟情深，这固然很好，但是要当上这个北凉3州之主，这理由，你不同意？没有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看我等了这么久，你终于开口答应了。理由不够，没关系。我送你一个，这也能送？哎，对了，你从武当回来，是不是还没看你师傅去呢？快去跟人家打声招呼，你就在那儿等着我，好吧？快去吧，我马上就到，带着理由过去。回来了。我去武当这么多天，你也不问问我过得怎么样？你在武当过得怎么样？你这就有点敷衍了。干什么呢？这下面是什么？地基啊。不对，我闲暇时练刀，全力踩它，感觉这下面还有空间。这下面应该还有一层。我从小就在听朝廷闲话，这下边真有一层，我一定知道。你真不知道？根本就没有。又怎么？王重楼把大黄庭传给你了。还能看出来？我以为都没了呢。别担心，别人看不出来，我不过是了解武当心法细节而已。你跟武当有渊源？家学渊源。你们家
是做什么的？跟你没关系。那你慢慢找，我上楼了。刀还我。秀东啊，本来就是借你的。我用着挺顺手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好棋，杀机暗藏。哦，看出杀气就错了，重新下。师傅，您天天在这屋里边自己跟自己下棋，不无聊吗？我有对手。对手在哪儿？等你接手北凉，再来问吧。我已经答应徐骁了。徐骁让你来听朝廷的？是。那就下去吧，他会给你答案。给你个建议，等一会儿，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。你怎么找着的？门是你父亲打开的。来了。这下边到底藏了什么？居然连我都瞒着。只有你答应了接掌北凉，我才能带你下去。走。你师傅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让我跟你说出心里话，让我告诉你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不愿意接掌北凉。还有，
为什么我心里对你一直有怨气？我听着呢。你知道，大姐喜欢的是洪喜香。啊，就那个武当山那小道士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但你还是把她嫁去了江南。啊，因为这样能换来江南文坛对北凉的支持。是。二姐这次回来只见了我一面，你也没惹她？没有。你让她去上阴学宫求学，是为了让天下学子渐渐接受北凉。不错。现在黄马儿也被你送走了，家人一个一个离开，换来大权稳固。强敌鲫鱼，皇室忌惮，要想让北凉存活，总得付出点代价呀。所以在你心里，家人没有北凉王位重要。再走一会儿就到了。先天地生，快逃！有人要杀你。谁？仆役打扮，我看见他们拿着刀去你屋里找你。世子的院子，不是什么人都敢闯的。我拦着你，跳窗走。二小姐要想杀你，她是不会让手下代劳的。我知道。人呢，我是替你挡了，刀我也给收了。院里下人怎么会动不动就提刀杀人？二小姐院里的那些下人，以前可都是马匪重犯。这种人为什么会进王府？都是二小姐亲自抓的。二小姐从小就杀气重，出城剿灭的马匪不计其数，不少人都感叹过。可惜了徐渭雄，不是男儿身。回来了，好不容易回家，怎么不多留2天？家里怎么样？谁送你的？怎么我送你的就不要啊？下回我陪你一起去北凉吧。我想在你身边护着你。哎，课堂等你。你腿没事吧？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底了，这个地方湿气太重。没事儿。这下边到底藏了什么？一会儿你自己看。
陈之豹的父亲。哎呀，锦辽之战，他用命换了我，不然啊，今天这个位置就是他的。人人呐，都让我提防着陈之豹，可我知道，北凉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。王翦，义缺大败之时，他用双手托起了城门，让我去逃命，自己却落个尸骨不全。啊，西蜀之战，当时啊，离都城不过10里，军师赵长陵病死，就差10里，他就可以亲手为自己的满门家小报仇。这个破锣嗓子呀，还特别爱唱歌，啊，范蠡走的实在是太早了。韩立本无死罪，为树军纪，我亲手砍下了他的头颅。当时600骁骑起家，现如今诸国平定，徐自齐统领3州之地，而当年这600人几乎全都在这儿了。为何不设祭品？用不着，他们不需要这些。儿子，你知道为什么爹被人称作人屠吗？杀人多。诸国乱战，世家门阀，战场上被我杀掉的人确实不少，所以世人都恨我，视我如魔。哈哈哈哈哈！当今这个黎阳朝啊，行科举制，这对天下人来说，不论贫富贵贱，都是个希望。如果当初国战世家不除，你信不信现在为官之徒还是任由世家举荐？你把天下看成一棵大树，那些世家就是那个粗壮的枝丫，夺走了全部的阳光，剩下的大部分人就只能是树下的杂草，渐渐的枯萎腐烂。所以啊，斩去世家，这世间才有新生。这就是他们的梦想，也是我的。你大姐嫁去江南，你二姐去上阴学宫，都是他们自愿的。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一生，也要为北凉立下根基。
是为了这些亡魂？不是，只为你。为我？为你遮风挡雨，让你很顺利的接掌北凉。你想过没有？我徐骁，啊，这么痛恨世家，为什么还想让北凉继续姓徐啊？为什么？朝堂视咱北凉如猛虎，咱大军之中派系横生。如果北凉不再姓徐，这35万铁骑就会引来大乱，死了这么多人，这换回来的天下全毁了。以前为何不告诉我？你不自愿的接掌北凉，我就不能带你到这里来，这些话也就不说给你听。我大概明白了，你不是贪恋权位，徐家的牺牲是为了这些人共同追逐的一个梦想，也就是我二姐所说的责任。这就是你接掌北凉的真正的理由。我不认同。为百姓求生机，保天下无战事，这梦想非常好，但我不认同你的手段。用杀戮和诡计换来的北凉，还值得他们托付吗？你不要太天真好不好？啊，不弄脏双手，怎么保得住北凉？太难了吧？再难也不能妥协。我接手北凉，但不会走你的路。我会守护梦想，也要保护家人。世上之事，等两全吗？你心不够狠，什么都守不住。我想试试。行，给你机会，让你去面对现实。徐凤年。哦，我得去收拾行李了。马上要出远门了。要我离开灵州，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要去武帝城，帮着老黄把那个剑匣子给取回来吗？大黄天我只留下6、7成，还斗不过王献之。取个剑匣，用不着跟王献之动手。再说了，此行是你接掌北凉王的必经之路。
这江湖行跟接手北凉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过年后，你走你的江湖，我去我的京城，两路齐走。你要亲自去京城？你接收北凉最大的障碍，就是在于朝堂。北凉王位虽然有世袭罔替，但是朝廷早就想废除此制，到时北凉必将引发大乱。所以帮你博得世袭罔替，我们才能站住先手。那皇室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把这名分给我？我会帮你安排好一切的。啊，哦对了，你不是想念自家姐弟吗？这次就给你这个机会，去见你大姐、二姐。你还可以去龙虎山跑一趟。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跟朝廷做笔交易，我要让你大姐跟二姐都回家，把江南还有上阴学宫的布局全给撤了，就是为了替你保住这世袭罔替的机会。你是说我能把他们接回来？我会把路都给你铺好的，你要做的，就像去武当一样。你要做出最后的选择。选择什么？用什么方式接他们回来？丰年，如果在此过程当中要死很多人，才能把他们接回家，你怎么选？我会找出第三条路。世上哪有这么多老皇啊？找出来的往往可都是死路。事在人为。好，我拭目以待，我拭目以待，啊！现在你先上去，我想再陪他们多聊会儿。哎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啊！不过你们也说说，啊，有我这样当爹的吗？有吗？哎，但是我真的相信，啊，在最艰难的时候做出抉择，才能让这小子脱了幼稚，真正的成长起来，是吧？啊，是吧？行了，你们大可放心，我一定把凤年培养成一位合格的北凉之王，让他替你们，也替我守住这天下。啊！啊！刚才你也一定都听见了啊！这小子非要去武帝城，啊，帮着这老黄去取这个剑匣子，幼稚。可一想这一路上，一定是有很多的凶险啊，总得有人在他身边护他性命啊！
就算这小子安安全全的到达了武帝城，这要碰到了王仙芝，还真不好说了。听说王仙芝最近武功又大涨，还真了不起。你说，万一这小子一冲动啊，跟王仙芝干上了，那一定就没了性命了。说这王仙芝哈，哎呀，怎么见谁灭谁？王爷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看世子下去，猜到该启程了。呵呵，你还真是一个老道之人呐。过了年再走，这一路上就要多辛苦你了。哦，贫道知道。你干嘛？说起来。我还要过几日才出行，不用那么着急收拾。世子出行，细致些才好。还赌不赌？今天不赌了，你骗我！明日陪我访客，算你辛苦钱。多少？先付一半。记得帮我备些礼物，明日带上。明日守岁，大家都在陪家人，要访客也该是初一以后才好。不是每个人都有家人的。歪了！哼，徐小子，这歪了，帮我弄正了。天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。坐，东西放进去，放桌上就行啊，记得把炉火点上。哦，哎，我不会啊。还是那丫头啊！哎，你们成亲了没有啊？没有，我们两个不是。给你带点杂货，别嫌便宜啊。哎呀，别客气嘛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每年节前啊，这衙门都会送好多的节礼来啊。吃不了啊，那就慢慢吃。这衙门里这老哥啊，他也是这么说。老许头啊，听说你跟徐骁跟了很久啊？不能直呼名姓。是，徐将军上柱国。那你还记得你当初为什么要跟着他吗？当初啊，就是为了有口饭吃，就想着天下太平，天下能公平。天下哪有公平？哎，别这么说。今年春闱，不是有个寒门出身中了3甲吗？可那大多数都还是名门子弟嘛。已经够了，就盼着天佑北凉，能一直守住这太平盛世。这盛世，我来替你们守。徐小子，这屠苏酒，你喝过头了吧？你觉得我当北凉王怎么样？你觉得自己比陈之豹强啊？我其实想过让陈之豹接手北凉，但我现在明白了，他不行。为什么？陈之豹表面看上去平静，
但就像冰层下面藏着惊涛骇浪一样，他心里压着东西。若是他接掌北凉，战事必定重燃，老许他们守护的太平盛世就全完了。说的好像你就能守住一样。嗯。干嘛？过年啊，给你点礼物。你好歹是个世子，过年就送根绳。贵的东西不适合你。才怪！不要就还给我。干嘛不要？回头卖了，说不定还能赚一文钱呢。你不就是林探花身边那个樊姑娘？徐骁把你放出来的。回世子的话，我叫舒修，舒服的舒，害羞的羞，还挺好记的。樊姑娘是化名。世子好谨慎，放心，没有毒。王爷说世子行事但求两全，令幺妹回来之后又被押进了地牢，本来是要问斩的。既然世子想两全，那是杀是放都由世子决定。世子可真是小心。对了，还得提醒你一下，你没把小王爷从武当带回来，林峨眉对你可有些怨念。你没把小王爷带回来。黄满儿去龙虎山了。龙虎山？那等于交到皇室的手里了。不管我做了什么，你信我也好，不信也好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想不想见到黄满儿？人都被你送到龙虎山了，我还怎么见？我年后除夕，路过龙虎山，可愿同行？好，我会亲自接小王爷回北凉。回家休养，年后出发。徐骁口口声声说不要忘了600老兵，但是他自己呢，一天天的就想着军中派系斗争，我都替老许头不值。瞧！哎，这个老家伙，这耳力见长啊你啊！哎呦，老哥哥，哎呦，终于来了！来了，这不是年下了吗？这衙门啊，害下了点儿这个米粮，我想给你送过来，给你个惊喜。你看，没想到啊，骗得了你的眼睛，躲不过你这双耳朵。刚才啊，我还跟那个徐小子说你呢。你要是早来一会儿啊，你们俩就见着了。老哥，你在衙门里做事，以后有机会你多帮衬帮衬他。他没什么可帮衬的。这算我求你了啊！拜托。行了，不说他了。哎，这个年根底下了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，还有事情想要做的，都说给我听听。倒是有个小遗憾，
但是老哥你呀，也帮不上我。啊？你说说看。我这辈子啊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看一眼徐将军。从600铁甲骑兵开始，打到天下太平，愣是跟徐将军连句话都没有说上。哎，你说这遗憾不遗憾？现在徐骁啊，已经是一个胡子都白了的老儿了。我不许你叫徐将军的名讳。行，别激动，激动什么？来，坐，先坐下。荆州18老字营，鱼骨营，末等骑卒，徐永官，拜见将军。你怎么就认定我是徐骁呢？把我眼睛打伤的那一仗，您来看我们这些伤兵，握着我的手对我说：“一定要活下去。”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，但您的这双手让我记了一辈子。老兄弟，快起来，来，哎，坐。哎，徐将军呀，我斗胆问一句，那个徐小子敢是您的？我儿子，徐凤年。哎呀，恭喜徐将军啊！您和王妃生了个好儿子，我这辈子知足了，没有一点遗憾。徐将军，我再多问一句，当年那些老兄弟还活下来多少？只要我们北凉的这杆军旗不倒，他们就都还在。那我跟他们说，北凉有了传承，这面旗永远不倒。守岁还在读书啊？岁月这东西，守也守不住。这么欢快的日子，别说的这么通透。魏爷呢？2楼睡觉。睡了好。咱俩喝。往年过年都能看雪景，今年啊，只能喝寡酒。来，北莽怎么过年啊？有人的地方，都差不多。哼。一样的人，一样的年，偏偏要打你死我活的仗。唉，人和人会打，村和村会打，镇和镇会打，国和国怎能例外？说得好。
听，煌煌北凉镇灵歌，我二姐的词，我谱的曲。每到年关，都有30余名乐师，160名舞姬在城内奏乐配舞。你要是这会儿出去，能看见灯火珠白昼。听就好了。词好，曲一般。我二姐也这么说，没准你跟她投缘。听说又要出行？是啊，去武帝城。还是借的，回来还我。2把都给我。行，酒没白喝。一个人喝，成喝闷酒了。再找个人喝。谢谢啊。你不是这儿的，偷书的。喝酒吗？哎，给我留一口。还真就1口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些都不是秘籍，秘籍在上边。走走走，我带你找秘籍去。走走，哎，你动作轻点啊，白虎脸睡着了，别把他吵醒。还有啊，你别拿秘籍，秘籍不好卖，你去4楼都是古玩奇石之间。你说白虎脸睡着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守着他呀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得看着点他。
别到时候吐我衣服上。那我走了，你少拿点，别太贪啊。曲骁居然生出你这样的儿子，有点意思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干嘛？醒了。你要是醒了，我回去了。要不我送你回去？不用。我徐凤年就是醉的再厉害，我也不可能找错家门。哼。徐凤年，你怎么跑我屋里来了？这是我屋里。没事，我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，走错路了。你别担心，我跟大家解释清楚。什么都别说。啊！千万别说！我告诉大家是我走了。那你喊这么大声，外边都听见了。不要解释啊！你快点走！穿个鞋。王爷，一切都已备好，我们随时出发。你出发以后，按照你的要求，宁峨眉会率领100凤子营的骑兵与你随行。你出征以后，就能看到他们了。青鸟为你驾车。从现在开始，爹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要谨记在心，啊。王爷，世子。魏舒阳。王爷。魏舒阳，博学多才，尤其是在武学上的造诣非常了得。以后啊，你要多仰仗他。魏爷辛苦了。世子不辛苦。他叫舒修啊，你是见过的。他呀，熟知江湖上的各种门道，如遇什么特殊情况，你可问他。什么都可以问哦。小心点儿。那辆马车怎么没人啊？一会儿车夫就来。你跟过来干什么？江离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莫名其妙，江离又不与我同行。你是？我坐哪架呀？啊，这边。你安排的？是啊。我行走江湖，要江离何用啊？你这一路，这总得有人替你照顾这个起居住行吧？丫鬟那么多，为何选中江离？你要真把江离留在府上，
万一你二姐的那些手下再对她不利，该怎么办呢？就这么一个理由。啊，奉您此行，有劳您多费心了。哎，你别抹我车上！这人谁呀？这个，哎，鸭仔，哎，听朝廷下的大魔头，啊，哦对了，有一点你要切记啊，不能给他拿剑。什么剑？什么剑都不能给。木剑呢？木剑也不行，好歹给个名号吧。你的另一位车夫来了，巨剑，吕钱塘。见你个鬼的吕钱塘！你不就是那个刺杀我的林探花吗？在下吕钱塘见过世子。你声音都没变啊，你还骗我？在下吕钱塘见过世子。这是哪一出啊？你此行的第一站就是青州，青州林家已经被靖安党逼上绝路，有他陪同你去，有利无害。所以你是逼他低头了？他想救林家，必须得低头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你们林家在青州还存有一口气，想要保住这口气，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啊。是。到底安排了多少？你放心吧，有那老家伙在，啊，就算翻天覆地，也一定能保你周全。这老头到底是谁啊？只要他愿意，自会跟你透露。你走后，我会去往京城。爹在朝堂，你在江回，只有我们父子俩联手，才能保住世系罔替的北凉传承。啊，一路上小心。走吧。你这一路还有多少计划？北凉来信了，出什么事了？与你无关。不能这么说，将来你我会是一家人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红痴，普剑在你手里。滚！男欢女爱，天道使然。这上阴学宫里能配得上你许魏雄的，非我莫属。哎，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徐凤年要出北凉。哦，他不是刚游历3年了吗？这次不是暗中行事，有迹可循。胆子真不小。话说回来，他出北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杀了他。朝廷有旨意。没有。师傅啊，我跟他无冤无仇不说，他将来还有可能是我小舅子，我杀他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他死，北凉必乱；北凉乱则天下乱，天下大乱，你才有出头的机会。这么说来，杀小舅子也有点意思。没有旨意，我不能亲自出手，只能送你些手段了。
凤子营100名骑兵就在前方后面。我还以为你一出灵州就不管我，直奔龙虎山而去了呢。军令已下，凤子营送你东行。军令让你送我，你就送我？当然，军令如山。你不是要接黄丸回来吗？军令上可没这条。到了龙虎山，我会自行离队，以个人身份救回小王爷。凤子营骑兵在前方官道等候，不在官道边，在林间等候。为何？无军令时，避免惊扰百姓。这都不懂吗？那就麻烦宁将军，去把人带来吧。走。世子，请留步。重甲铁浮屠，你是典雄处。请世子稍等片刻，我家将军要亲自送行。我记得你是陈之豹麾下，请世子安心等候。我若是不愿意等呢？世子出行也不使唤一声，路球愿为马前卒，为世子这边坠镫啊！姓典的，让路。楚将军，你这弩怕是射不穿铁浮屠的生铁甲。要不你试试？世子出行，铁浮屠让路。陈将军让世子等一等。北凉王旗姓徐，不姓陈。宁将军，难道真愿为这世子效命？不让你让开，有胆子冲阵看看！都闹够了没有？北凉内讧的罪名谁担得起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让开！准备冲阵！瞄着！你不是要保护徐凤年吗？等他快死了，我自然会出手。外面百战精兵，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啊？千军万马，不过就是插标卖首嘛。大话谁不会说呀？陈之豹，你小心点啊！万一我这有人松了弦，你不知道什么下场啊！我刚出灵州就着急追过来，这么急着想杀我？典雄处，将军，典雄处可护你东西。咱俩关系没这么好吧？为了北凉，你暂时还不能死。为了北凉，要不你先死一死？这没你的事儿，世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。都别争了，我拒绝铁浮屠同行。有宁峨眉的凤子营就够了。他素来厌恶你，若要保护你，恐怕不能尽心竭力。难道你和典雄处还能欣赏我不成？有我下令，典雄处就是死，也会护住你。不需要，你想清楚，离开北凉，并不安全。宁峨眉，在，到龙虎山之前，你能护住我性命吗？只要有军令在，凤子营不死绝，你就不会有事。比起你，我更相信他。铁浮屠归营。重骑退了。你担心那小子？谁担心他了？我是担心我自己。外面骑兵对冲，徐凤年有你保护，我能怎么办？
我已经决定接手北凉了。你不够资格。这次出行就是给自己争一个世袭罔替。这些都不重要，要接北凉，必须3点：一，心狠；二，多谋；三，人脉。这3点，你都不够。你这话说的跟徐骁差不多呀，能不能有点新意？对。你呢？这3点你都做到了吗？就这一个，要不咱……我倒是挺看好他的。这家伙是有点本事，所以他才留不得呀。别胡闹，世子，可不该把世袭罔替的事儿给说出来。这种事儿瞒不住人的，提前说出来，对北凉也好，京城也好，都让他们提前做个准备。你回吧。陆球要护着世子出北凉呢。徐骁马上要进京，到时候你护着他。真的？就这么说定了。晓得明白，世子一路小心。出发。看什么？嘿，小丫头资质不错，想不想跟我学点真本事？不学。为啥不学？当年来求老夫想做我徒弟的笨蛋，可以从北凉抬到东海。所以笨蛋才想做你徒弟啊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。这倒是。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是谁了，又有谁还能记得木马牛啊？上次见面还是要杀我，这会儿成了护卫。习惯了就好。我记得上次不是这把剑。此剑名为赤匣，是上主国给我的。你是读书人。读书人也会用剑。读书人心性难测，说不准哪天你还会拿剑刺我。只有你活着，上主国才会给我林家最后一条生路。林家现在如何了？已经被靖安王抄家。
那你应该去求靖安王啊！你投靠徐骁有什么用？你根本不知道你爹有多可怕。就算改名换姓，他也终究姓林。你想说什么？这样的人留在身边，恐有祸端。我看过他的眼神，他连命都可以不要了。这种人杀不杀都一样，心已经死了。那我替世子时时刻刻盯着他。世子，怎么不进去？今晚我守上半夜。不用守夜了，凤子营附近扎营，安全得很。生死还是不要交到别人手里比较好。下半夜谁守？我们已经出灵州了。我知道啊。既然已经出了北凉，那我们就有机会了。什么机会？逃啊！去哪里？去哪里都比这儿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徐凤年入江湖，徐骁为什么指明要你跟着？你想过最坏的可能是什么？我死。对啊，说不定就要死。徐骁杀了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偏偏让我活着？关键时刻，楚国公主的命还是挺有用的。他要杀你？不是杀我，是拿我的命换东西。江离呢？前辈哪里人？你总得有个准备啊！我这不是在读书呢吗？读书能有什么用？武功你还能现学啊？读书收钱，我这一本读下来能收7贯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赚钱？你也知道，楚国丧葬习俗繁琐，这死一次好费钱的。我就一直在想，我无亲无故，亡国亡家。等我死了，这要是连葬礼都办不全，是不是太可怜了？你赚钱是为了给自己下葬。那你为什么要一直刺杀徐凤年啊？是因为恨徐家？